就同大家講係一隻新股 IPO 就係東鵬飲料啦，佢嘅新上市編號啦就係9980，就喺1月26號至29號招股㗎。呢個咧係一個內地嘅能量飲品製造商嚟㗎。嗱，東鵬飲料啦計劃發行4089萬股嘅 H 股啦，咁發售價咧將會唔高於每股248蚊，集資最多咧就係101.4億元㗎。嗱，東鵬飲料每手咧就100股啦，一手入場費咧大約就係25000蚊㗎，咁啊不設回撥機制。咁東鵬飲料啦，預計咧就會將會喺2月3號掛牌嘅。我哋睇下佢最近 A 股嘅情況啦。我哋睇下咧東鵬飲料 A 股嘅股價啦。東鵬飲料 A 股605499，上個星期五23號咧就係收報253.6嘅人民幣啊。咁市值咧就係1318億元啦。若果以 H 股招股價嚟到計算啦，H 股較 A 股咧就折讓12.5%，相當於 A 股水位14.2%啦。我哋睇下過往嘅業績啦，去年首9個月啦，東鵬飲料啦就錄得收入咧就係168億元人民幣嘅，按年升咗34%。期內歸屬母公司所有者利潤咧就係37.6億元，就升咗啦38%嘅。東鵬飲料咧係喺1994年成立啦，主打咧就係啲能量飲品啦。近年咧就將產業啦拓展至運動飲料、無糖茶、咖啡同埋椰漿等等。按初步招股文件啊，包括主品牌東鵬飲料在內嘅能量飲品部分啦，2024年收入啦就係133億元，按年多咗28%，佔總收入嘅4%啊。咁按銷量計啦，東鵬飲料自2021年起，連續4年咧就位居於中國功能飲料市場第一㗎，市佔率咧就係從15%啦，升到2024年嘅26.3%。若果以2024年嘅零售額嚟到計算啦，咁就係第2大嘅功能飲料公司嚟㗎，市佔率咧就有2成3，而截至去到舊年嘅9月底啦，全國銷售網點啦超過430萬間㗎。今次東鵬飲料嘅基石投資者陣容強勁啦，引入咗啦卡爾塔投資局 QIA、淡馬錫、淡明資本、貝萊德、瑞銀、騰訊，仲有李澤楷旗下嘅公司，仲有李寧持有約40%嘅私募基金等等啊。至於所得款項嘅用途啦，36%咧就係用嚟完善產能佈局同埋推進供應鏈升級，15% 咧就係用嚟加強品牌建設同埋消費者互動，持續增強品牌影響力啊。仲有咧就係包括推進全國化戰略拓展啦，仲有拓展海外市場等等嘅噃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，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。我哋下條片見咯噃，拜拜。